點解翡翠行家淨係睇總水貨？今日咧我就從保險商咧拿一啲壓箱好貨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呢啲貨咧睇落去咧，佢唔係五顏六色。你拉近鏡頭睇睇，每一件貨都有唔同嘅性格同埋感覺。先睇睇呢款冰種福豆，大家知道冰種就係翡翠界嘅白月光，通透如冰，自帶光感，珠寶感直接拉滿。呢粒嘅福豆咧，唔單止種水好，大粒，佢嗰種透光起膠嘅質感咧係清晰可見嘅。豆咧寓意多子多福，亦有步步高升。當一個翡翠有種水加持嘅時候，珠寶嘅高級感咧就馬上起身。你睇睇呢款咧飄綠嘅福瓜，通透咁托起嘅綠色咧，令到呢個福瓜咧好似馬上活咗起身。福瓜諧音福掛，將幸福福氣全部掛喺身上。種水夠好嘅翡翠咧，佢先可以活起身，更有靈動感。另外仲有呢款天空藍嘅色，在上邊做一啲藍綠嘅飄花，錘形嘅設計，好似佛手瓜咁樣。戴住佢嘅時候，你就會有一種獨一無二嘅氣場。其實呢，豆子呢，我哋都仲係有好多嘅，大大小小、肥肥嘟嘟嘅，咁有光感嘅葉子，呢啲都係我哋日常做嘅種水貨代表。中意品質翡翠嘅朋友，不妨多啲同錢錢交流，關注我，買翡翠唔踩坑。